條村好大霧啊！睇病嘅人排到去銀城街啦！哎呀，大夫，點啊，大夫？大夫，我隻手喺度喎。哈哈哈哈！送你哋流感病毒株，等你哋一世攞病假。哈哈哈哈！真係好大霧喎，唔通呢啲就係傳說中嘅流行性感冒？師妹唔使驚啊，細心觀察呢個係咩怪招啫？師兄，我哋兩個喺後邊為你壓陣。哇！阿星，哇，好犀利啊！好核突啦，阿星。係啊，好犀利，就係頂唔順啦。師妹，快啲去揾濟公。濟公，哎呀，你冇揾我啦，我都自身難保啦，你去酒館揾碟先啦。啲事點算啊？西晴，你快啲去醫局嗰度揾3價4價流感疫苗，嗰度一定幫到你㗎。溫馨提示，記得下載醫健通，方便打針㗎。雕，快啲去揾大夫啊！歷經749日，終於練成咗3價4價，哈哈哈哈哈！唔該啊，針到。 3價4價，萬箭穿心針。哇！變種病毒株啊！哇！咦？你咪少林功夫？正所謂病毒會變身，年年要打針。各位村民，病毒兇猛，務必接種疫苗，早打流感針，健康又安心。你咪未打我？